Hello，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 Donald Trump 啦。嗱，單新聞又最新嘅美國特朗普政府咧又話爆出一個安全漏洞啊。佢話有政府官員啊，同埋佢聯邦嘅僱員咧涉嫌不當分享嗰啲敏感文件啊。咁其中就包括白宮嘅平面圖啦。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散晒出嚟嘅啦，都有睇到噶啦。咁佢話涉事嘅一個部門就係美國總務管理局啦，員工啦，佢喺無意中咧就將啲敏感嘅文件咧，將個文件夾就上傳咗去雲端，而且仲共享俾晒全體嘅員工添。咁呢個文件夾入邊咧就包括白宮平面圖啦、白宮遊客中心啦，仲有多種涉及嗰啲機密嘅文件嘅。咁多就唔講啦，歸單到我就點評翻呢單新聞啦。你又係嘅，白宮咁唔小心嘅，咁樣都可以共享出去嘅，真係。下次小心啲啦。最主要一點，我冇諗到你而家先出新聞嘅，係嘅。不過我都諗得明嘅，你呢幾日都應該係做危機公關做得好多噶啦，仲有咩係撳唔住？你美國嗰邊先被逼出新聞嘅啫。其實歸單到啦，我就喺大概一個星期之前啦，我12號出過一期片嘅，我就話嗱。我而家有你哋美國佬好多呢啲相關嘅文件嘅，我好多嘢揸喺手嘅，算係提醒下你啦，係咪先？咁其實我都冇諗到嘅，我冇諗到嗰班行家散得咁快，係而家歸單到你哋即係美國佬嗰邊你撳唔住，你先話出單新聞咁樣。我認為就好事嚟嘅，同埋再提醒你少少啦，仲有好多端口咧，你哋要改下啦。我哋嗰邊有班行家已經全部掹晒你哋嗰啲端口噶啦，係啊，你全部改晒佢啦，係啦，衰化都換埋佢啦，係啊。再粗略講少少啦，其實呢啲係面嗰陣嘅啫。而家市面上浮喺面，所有嗰啲社交平台或者嗰啲媒體，佢放出嚟嗰啲料，全部面嗰陣嘅啫。我12號嗰陣時，我已經出過期片講過噶啦。呢啲涉及機密級嘅文件咧，有啲係涉及軍事，有啲係涉及貿易，有啲係涉及進出口，各個行業都有。有啲係甚至乎係即係我都唔敢出街嗰啲嘢，佢都有。係我真係只有600幾份。歸單到我而家先散咗，可能得幾份出嚟嘅啫，喺我自己個軟件嗰度，我真係收咗600幾份。有啲我係唔敢散啦，涉及人身安全。但係有啲咧門面上，我認為可以俾啲網友同粉絲討論下噶啦，增長下大家嘅認知同知識儲備啦，係啊。所以想縮減信息差嘅網友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嘅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